各位有无依有无说，今日我要讲，我这个我用一句阿莫话特别，当然我唔知安怎翻译，是这边嘅参来参去，这个达嘛，这个拢总所讲嘅话是佛本身讲嘅话。你看啲这个 blackboard 我有写，这阿莫字 ，To gain a birth as man is hard indeed。头一抓，第二抓 ，It's hard to get one's living in the world。第三抓 ，Hard is the hearing of the Dharma true。第四抓 ，Hardest it is to be an all-awakened one。我翻译成人，头一，这条诗是咱的佛世尊讲的，真正坎坷，咱要来探出世做人。有人古时捌大伫佛教社听我讲一条经，敢若甲查巴的经，这条经就是讲一只青梅菇，伊毋是青梅，伊是一瓶目睭青梅，浸条这个四海全世界的 Four Oceans， 安尼浸条游来游去，100年一道浮起来，伊家只暗去动着一个咧牛担，大伫咧水面伫浮来浮去安尼。安尼又要拄着一个暗拄好，这家只浮起来去动着一个牛担，因为伊个土地下无米菇，这个菇啊，会草拄坎会去弄着这个牛担袂。实在个米菇讲啊，若是照看咧海安尼大，咧牛担安尼细，要去弄着是真正坎坷弄着，但比时间真正长，这三沙啦这。时间真正长，无体壳有当时 by fluke shot， 草拄坎会去拄着，就不到讲像安尼坎坷，要来出世人，今日在世间做人，来就失败，要落去这死的苦的所在，落去死的苦的所在，就是落地狱、恶鬼、禽兽、阿修罗。落这个死的苦的所在过了后，要来过出世做人，是真正坎坷了。因为虾米事，咱要知安怎会安尼坎坷？因为达人若是要断开的点声，袂使有个心有看着这个三毒贪嗔痴，若是有看着贪，也是嗔，也是性地，也是愚痴，啥妄想。若是有这个三毒，100%无通出世做人了。咱来可想看，达人要死的时，加减花心啊，累我的囝安怎做？细汉个，有诶你教如讲啊，累我的查某无教缘，安尼又若是伊主死这个水后尾斗去想着，哎哟，我的查某囝啊未教缘，我真正毋甘愿离开。我无福气通间听谈到我查某囝教完了后，我才来死。这个就是讲啊，情就是无欢喜心。若是有一点的无欢喜心，袂通做人了。你看真正坎坷，要做人到底也是做翁公。有的人看啥前下久，我大伫佛教社讲，一个和尚。这先个真正济，因为一小妹送你一条家世，真正宝贝，伊人兄弟啊，真正好。这个宝贝，这个家世个小妹，家己本身胖的，安尼来看，啊，你看着这家世水水，啊，你话小妹苦工5、6月日，把你才做着这个家世，逐个要摕来称唔甘情，要摕来称唔甘情，佢一命死的时，最后尾斗去想着你家世。无通出世做，无采节贤，应该伊要去到落，都是大海文倒数天，咱的佛是达到太祖的妈死了，生是达到太祖7日后离开世间了去出世的，是达到这个倒数天。所以你看，安尼庄严的人。因为最后尾斗去想着咧家世，就无通出世做人，还是做翁公，伊个就去出世做骨拄。所以你看，大啲
即几人站看，逐人要离开的点啥？加减有一个贪嗔痴，贪物初心毋甘愿离开。好嘅人，安怎以为教会把就安怎样？那是丧嘅人，安怎以为一个做命做牛做马拖到半死，无趁出头，这个本是一点苦，也是一种钱。咱若是有诶，讲毋知，哎呀，我知影你，在做人诶时讲做无做好，无要紧，有知我小事啦，无半项，这是叫做愚痴 （wrong beliefs）， 无趁出世做人。所以这三毒，一说咱众人叫毒，伊是毒虾米？伊毒咧无趁去出世做好诶所在。按有这三毒，定着是恶鬼、禽兽、阿修罗、地狱。所以真正坎坷出世做人。第二抓 ，this hard to get one's living in the world， 来趁食是真正大苦。做禽兽都人站看，拍赢才有通食，拍输就无通食。有当时食虾物件人剩，讲有当时你看街路边，你看若是讲有一只鸡囝摩托车掠过了，你看把只鸡挖来食。这食的时啊，大只的是先食，小只来对家拍。所以虾米物件本是啊，这禽兽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是较勇较猛的贪食，食个饱饱，如无力，如无通食。所以这世间做禽兽是真正大苦，你人站得，不管是人看这禽兽伫食，鸟本好你看这阿面鸟。你下一盘好好的三倍，你阳光大只的来先食，食到春了，我咧肉已经好势了，嗱，你人去食。了若是讲咧第二段，这鸟母才来食，但鸟囝伫天台喵无通食，有当时食到鸟母五个喙，安怎叫做五个喙？喙日暝点要食好，头是无累的是讲，哎呀，我食会饱就好，食有累了，我要食好，这个卖，那个卖。这喙会食，鱼仔分要食，鱼仔要食累，我买好好的物件，我要听音乐，改迄个transistor 啥物啊，2-3千块大一间厝，我 press button 了，哇，一声，extension 楼顶啥物，你看有个人好食人一开这个几千，了有这个了，鱼仔要听爽，相反啥物，囝某。讲话解爸，你爸食饭，你啲无累，你啲讲啲人看袂起，朋友亲情5月本无甲你讲，阿爸有迄是甲你食饭啊，所以即个是，你看有当时人话阿达王，阿达sayang，你看记路边系 AWAS 阿瓦。ada wang, ada sayang, tara wang belayang. Lan selewet kuasakan jane yang. Desang hard it is to hear the Dharma true. Sekan lah yang siru lang kuah cinca a religion. Kursi Taiwan ni, capkon ya. Garanti kalau kau anjol diam kami keng diam kalau tu le thau khak lo ki lai kong ha. Oh了。地極佢名無了，家人之前定有了，一個干了就是對啲大陸下見是真正濟，一個看那個有沙那嘅點聲，下見 wrong beliefs 安尼濟，個見攞清400年前400年後，把啲沙那無了嘅事，佛教嘅事下見啦，是真正濟了。他那啲有沙那就是讲了佛經有人通聽，安尼讓我點聲了本有安尼解解，真啊解教，有嘅薩巴巴，有嘅即個道教，蝦米教，印度教，蝦米教真正濟。因為咱家己佛教本是真正濟，但講佛教是佛教，特別我嘅教是 shortcut， 快地較咩去尼班啊！那是有影有安尼 shortcut 啦，Buddha 講了 shortcut。I teach you the shortcut to Nibbana。tapi Buddha 講，ekayano bago，satanang visuddhya，
個即條路呢，你要寫嘅心情去甲三擺路交易運轉，都跳出靠海。and 這個就是蝦米思念處 fourfold application of mindfulness， 愛觀上句，愛觀咱嘅感覺，愛觀咱嘅想，愛觀咱這個心嘅底上只顯，即分段經，即智慧，即是阿莫話講 phenomena。觀這個四項交易100%，一日早甲晚都跳出靠海。第四項 ，Hard it is to be an all awakened one。咱即個大即個世間啊，即個 world period 啊，是真正大嘅菜氣，叫做 Happy World Period。因為蝦米事？即道嘅即 world period 啊，五個布達要來。咱嘅釋迦牟尼布達啊，就是第四個。那過了後，把啲主婦要失敗，人三擺買來生甲死是10歲呢。佢叫嘅主婦是大失敗，失敗了後，買人會變好，直直做好，會受直直等到買來會受幾若千年，人嘅會受有時百幾千年分有。所以這個人把這個主婦失敗了後，人變好了，會受直直等到三百幾若千年了後，幾若千年，人會會受。過一個佛要來，這叫做這密迦布達或密勒佛。密勒佛要來，點聲人真正長命，特別因為人長命，伊無逐日講經，無像咱誒釋迦牟尼布達啊。有時早起講，日頭講，暗暝講，伊阮半暝分講，一日24點鐘，伊甲達大人23點鐘，1點鐘也有當時下穿。暗暝是啲大傳經或者紅光神明，幾年人有當時禽獸阮一刀下手大龍，所以咱要明白這個頭這個 verse 我淡仔寫啲嚟俾人看。來出世做人是真正大嘅艱苦。第二項來趁食是真正艱苦，好嘅人都是有艱苦，唔能講趁食無艱苦。因為這個蝦米物件，家伙錢銀，這個物件是人講啊金山本骨會了，所以你安怎若是講啊安怎好嘅，若是講無寫字大開大蝦米本是了。會記錄人故事，我捌講一個馬哈丹啊，伊家己80million，伊個查某人分80 million， 老人160 million， 特別還未老嘅時呢，就做乞食了。對這條路，跋筊查某音樂，這個五金嘅這個享受，漸漸去對。所以金山骨甲了，買來一個死來出世做乞食啊！特別這個人馬哈丹啊，來出世做人嘅點聲啊，佛講啊，伊個巴拉米，伊個波羅蜜，真正飽了。這個人若是出家做和尚，啲少年嘅點聲，100%賺4個羅漢，伊查某人會賺3個羅漢。特別無來做出啊，無來做和尚，因為蝦米事？這六根嘅享受拔掉伊。第二項佛講，這個馬哈丹啊，若是講多啲中年嘅點聲，中年嘅點聲講啊，40歲吐出來，未到50嘅時，伊這個人若是來出家，100%伊賺3個羅漢，伊查某人賺2個羅漢，蝦米較好？伊若是講安尼點聲，無安尼，未來看來老了嘅時，佛就講這條經白係這個馬哈丹啊嘅事，這個馬哈丹啊老了，你看嘛，阿難達你看，這個人老了，伊若是來出家做和尚，伊一人只賺2個羅漢，伊查某人賺1個羅漢。死嘅苦所在無做隻，老人無做隻，特別賣，蝦米事賣？這六根嘅享受一堆，啲人一堆日咩？所以這個物件咱看。就是蝦米事？這邊我要講，
你人唔通受记，真正济咱这边嘅人世间，你人较无，因为虾米？你人会晓对经嘅人较无。你看外边，你来讲来听经，哦，唔爱听，我人唔使做好。一条经不得讲啊，真正济人惯时大伫这个死嘅苦嘅所在，伊是叫做越粗啊，越狠越粗，是正正大伫死嘅苦嘅所在。但比久伊通出世做人一道，像甲咱这边嘅人啊，名也摇肚头，才华未。较做初工，特别有时春扣3-4年，有通佚佗就好一下，通去佚佗印度尼西亚是香港，通去佚佗就，特别因为伊歹命人日咩啲骨啲啊咩啲做初工，伊通去佚佗就好，去到香港去佚佗本，上久佚佗伊讲我未堪了啦，卖啦，累上济啲出了未使，第二项伊homesick就人话叫虾米我唔知啥。看是咪对了？你看有个人啊，歹命，无通去佚佗咧时，阿哥我袂使啦，我厝内安怎样，我囝安怎，我家伙安怎，我屋吉安怎？有当时人屋吉都白约，我狗鸟唔知有人饲无，我要对，这个叫风湿，所以真正济人看。来出世做人，上个暂时来佚佗就好啦。了，这边嘅时啊。所做嘅物件，拢总是正毒嘅物件。日暝就要我要转去，我要转去。这个就是讲啊，无大妈嘅人，有人会晓今次听经了爱对。了你看，逐个听经不当讲是真正古沙拉真正好，所以逐个爱袂听经啊，就是咱念受这戒是真正好。所以两项，今次有人讲的两项。所以第二項 subject 我講嘅是 existence 生活，生死是真正苦。For a long time, brethren, a world without end is this round of birth and death. 人看到惡辦 No beginning can be seen of those beings hindered by ignorance, bound by craving, running through the round of birth and death. And we know how.生了個死，生老病死，因為兩項，咱袂曉掂起到這個兩項。頭一項是妄想愚痴上一項啊，是 ignorance。第二項貪。這兩項做咱啊，唔係脫離這個世間。And then，因為咱有貪，咱有 energy，有力量。這有力嘅呢，死了啊！這個力吐起來，這個眾生，看你做嘅 energy 清氣啊，無清氣。那是清氣嘅 energy 出來，這個人真正水。那是靠較水，靠較你所做嘅物件，下手做、嘴講、心想，你這個三個行動，是攏總是真正清氣，無貪無嗔無痴，這個是10分嘅清氣。你出是噗。天頂啊，上古個心真正水，特別日暝，人漸想要貪，我要安怎做，要好嘢，我看我隔壁厝邊買 Mercedes，我要 Fiat 150呢，袂使，我要拼，我要改走拼，所以這個就因為貪，或因為聖地日暝出來，伊時啊是隻好寶還是好工，幾粒將命拍，所以這個是聖地。這妄想亂做，做這三毒有，一出嘅垃攏種垃圾，入毒一入垃圾，入垃圾要出事係咪？一上古啊，上個鐵燒本未養，滾水淋都開一碗嘅鐵去殺嗰啲滾水殺嗰啲一碗鐵殺到去養未養嘅，所以這個人啊是出事在我啲做物件，攏總是真正毒，真正垃圾嘅物件。出事地擊嘅時，大啲鳥啲殺，鐵山啲槍啲連來連去鐵山，還是火啲燒，還是啥甘蔗架啲膠，還是啥人嚼咧豬，嚼咧鐵膠，了慢慢睇咧吧，了就掂好膠只。
这物件拢总，咁了就是因为咱在我所做嘅物件出来，即个力是力三力。会记我都人听佛教时我讲，一条经佛讲啊，你知无？咱人，互人抬头。几百米连到300扣起来，那是只阿摩棍流出来的血啊！扣起来，这个血较济过这个死海，全世界的水分较未流完咱的阿摩棍的血。嗰一条有嗰别位有道有讲，你知无？咱逐个来出世食咱的老母的灵，甲但灵食老母的灵扣起来，分较济过这世间的水。唔使講好，嗰一條第三項，伊講啊，你知無？不管是咱來出事，有時因為驚日做咱激氣咱好，還是有時人苦毒咱，還是有當時對社會，咱想講有事對咱來好，還是有當時咱生建設，每日淡淡啲好，翹起來這目睭伊講，較濟過全世界嘅水。人要一點巴嘅水嚟看咗一點巴，哎呀！這蘇萬佬講啊，我目睭較濟過細，但是這個點巴嘅目睭就夠人厲害啦。安怎全世界嘅水？咱唔使講，咱去從邊度去巴到你過海嘅時看這個水像，安尼看嘅像是好嘅物件，因為蝦米事？咱嚟去看這個水，哎呀！你看我聽蘇萬佬講啊，不但講一條經。咱好嘅目睭較濟過即個海嘅水，即個好，即聽了啊，看了啊，咱會生畏加起，咱會心會驚起，即驚起來，咱唔敢亂做，唔敢亂做，咱堪咩日暝骨力愛來做好，愛來跳出苦海。再無咱來出事弱久了，無佛講啊，即個大劫啊，袂曉算。一粒沙一個大夾，一粒沙一個大夾，全世界這個地球的沙算起來差不多，咱來出事嘅，3按這個大夾足久，正下久老人聽佛教時，7支手的馬肚，7支手的管，7支手的長，7支手的胯，100米一到這個線路夾一個步來繞這個馬肚，繞到這個馬肚磨個一了一步，馬路來講是這個大夾。所以看這個大夾是足久 ，and then 幾百 million 嘅啫，從這個世界這主婦嘅這個沙，你摕一頭中間嘅沙，你來看就好，水清到了，水清嘅這個大夾你來水看，這個大夾都安尼久嘅，所以咱想起來啊，哎呀，那是講來真正啲真正啲流熱要對這個世間嘅物件是真正講啊。較無夠，佢知影佛有講啊，人若是有4項，較咩骨力要拼了，蝦米4項？頭一項啊，咱日才會飽；第2項，日我有3塊通穿，有個人翹到300無3塊通穿，有人去看有是因啲穿一個 loin cloth 啊，你走屈安尼一個。啊！咱即個破布若是假老壞人搶去。第3項，我日有一個厝頂住佇我頭殼頂。第4項，日我有地啊幾針錢，喙焦時會使食水。有當時像有喘要入咖啡店，會使啉一後咖啡。所以即個4項若是有，應該咱就要較咩拍拼了。特別人即個4項無夠嘅。伊4項伊袂，逐項伊佫袂，直直袂。300伊60、80歲了，伊佫講我無夠，我佫袂。聽睇我夠日了滿足了，我把你才要來行善路。80歲了，有個人精神好袂要緊，有個人無精神，老毛有了，老毛有你叫伊安怎先戒？你一下綁一下，automatic就落去了，所以戒就無了。你睇哪要來做唔對了，你睇哪 practice， 少年 practice。practice 較300觀世心，咱嘅觀世心夠了。會記當媽我講，人若要斷開嘅點聲，伊若是會漸漸 practice rising、falling、膨起、塌落、膨起、塌落，直接 practice
到점聲一穿的時，一個 rising falling rising falling rising falling 去了，前去，安尼後出世啊，真正懸喺天頂。安尼蝦米數無貪無聖地無妄想，你人 practice 個教育啊，教個一個勘站，你頭殼會生個無想出來空。有人再看一點點十相直直來嘅，這個就是啊，有個人啊，一個 minute 啊，幾百個十相。我真久深深地學這些嘅事，我捌一道要看隨看十相就這，我隨翕160幾個十相 ，1 minute 啊，嗰唔是5分一個字啊 ，1 minute 啊，哇，慘完嘅樣，啲相安尼死。但係你若是坐禪，你把山那禪，坐到你有時嚟勘站有當時，你唔免空去。再講，睇下我啲行，睇下我啲坐，睇下我啲講話。你睇每講，淡仔你食蝦米？淡仔我聽台我笑話，萬你一隻笑就來。所以這個物件安尼空，搞到你點聲，你知 rising falling 穿過，無想半，無想講無驚要離開人驚，艱苦無通食，無想講安怎我家伙別日人算，無想講毋知我趁去天頂無，蝦米本無伊個特知，噗，對開100%天頂，哦，那是出世做人，要來出世蝦米啊？要來成功了。這別日我則講啊，人來出世嘅時亂看，冇得叫兩個肩還是3個肩，安尼我來出世是3個肩嘅人，3個肩嘅人是無貪無嗔無痴，聽經啊有當時冇得點聲，聽經啊冇得隨，正講經了，噗一彈了，1個2個3個有當時，所以這個蝦米屬於人彈，因為伊人來出世嘅時人3條肩。所以這個咱古人在 existence 啊死了隨嗰條出世，因為這個兩項固執、甲貪心、甲這個愛，未好啊！這個兩項，咱啲 practice meditation、vipassana meditation， 咱就要刮這個貪，要在無固執。無固執就是講啊，無亂想。像淡仔我講，你看坐個點，無看到半項，想本無，阿咪本是一個好了，教你點聲。and then 一點嘅愛本無，這個愛要安怎掛？真正這人看無咯，真正這人講啊，我看到，哎呀，水是水，特別蘇凡佬講唔當愛啊，唔當愛啊，我唔愛啊，賣啦，特別唔賣，特別手來去啊。所以這個物件，像啊，這個有個人啊，像我一個故事，我捌看者啊，有個免啦，紅包免啦，一邊手塞一邊手，安尼下落去。所以這個物件有死啊！所以vipassana禪，我特別講人聽，安怎樣vipassana禪着咯？冇得講，這個愛，這個貪發起滴到落，對這個咱的略見，目睭看到物件。對水愛去了，對水愛去，所以你若是坐vipassana禪，先看到，你無機會通講對水看到，聽到蝦米？聽到聲，無聽講查某嘅聲，我係查某囝嘅聲，我係查某人嘅聲，對伊人講話好聽這個啊，這個觀念無來，你知聲呢？然後你看到，你再講看到，無講人禽獸水無水，查甫無，你知聲，一直都無了，你看聲啦無了，聽到知聲無了，只係時你看動咗去，動咗啦減。啵吞，三擺你唔知好食無好食，這個就是講啊，咱嘅心漸大啲，這個中道，
อุเบกขาจำอุเบกขาโบทามโบยินโบก้องโฮจะโบก้องพายจะจำ practice อันนี้ก็เก่าดักเชงกีพับจิตเนี่ยลูกอุจิตลูกน่าจะอันนี้จำที่ยังเกี่ยวจิตเนี่ยเรื่องเบ่งเป็กห้ามไม่สิลิบถอยใจเจ้าจิตเต้าเนี่ยเท่าจิตเต้าเนี่ยเสียงอีโกโลหันแต่เสียงอีโกโลหันเนี่ยหลังจินจะใจโบเพี้ยนว่าโบเท่าเทลูกเจ้าเสียอินชงปีหลังเดแต่บิดนาทีอีตัวที่ชูไหลใจแกหลังอีอังเจ้าก็จินจะชินก็อันนาทีก็ไม่นั่นเนี่ยตาปอหลังนาทีอาทิตย์ตาปอหลังเสียงอีโกโลหันไอ้ใส่ก็งั้นเกี่ยวแบบเกี่ยวกับโบราณเนี่ยจินจะเชงกีจินจะจงต่อเบลวนโจแล้วนาทีลูกหลังโจตาปอนาทีตาปอหลังลายอัมทำไปเสียงอีโกโลหันจินจะควายล็อกไอ้ชูจุดไหนเกี้ยใส่ก้องป้าแกที่โจโฮได้ที่ทันเดียวเลยอ๋อลูกหลังไอ้ใส่ก้องอ่ะจับหุ้นในตัวใจทีอันนี้อีสิจินจะเชงกีหลังโบลวนโจแล้วไอ้กอไก่เบพวาลูกกาไก่ก้องอ่ะจะเลยอยากจ่วยเอาสิไอ้โบกาลุโจกำอยู่สิลูกไก่ก็เรื่องไหนไม่โจไปผ่าลูสิอีกำมันไปสิปุ่นอีโบก็พวาเดียวไอ้ไก่ตัวอีกอไอ้ไก่เนี่ยที่ที่หางอีจินจะ相信ขุดวัดเจงแล้วเบเจ้าล้านอับวยเสียงอีโกโลหันในหลังนะเบจิปัปปะเซนอุ่นอันนี้เขาไม่ชัวร์ก็ล้านขวาจะเป็นไรแขกเก่งอวยยังแม่นอับวยเสียงอีโกโลหันนะโบจิปัปปะเซนอุ่นเขาไม่ชัวร์โบจิปัปปะเซนอุ่นจิตลูกคิดโจกังอย่างก็ไหลคิดโจกังสิจูซี่เรื่องออฟฟิศจะเลยจับว่าจินจ้าซุยแล้วรู้สุกะเดียวแต่ไม่ได้จับว่าสิปะเลกาวแล้วอีกาลูกก็รู้จักจิบว่ากาวว่าจะใช้กาลูกกาวเองพุทธเจ้าจำเสียงพูดกาวpun tidak apalah saya kawin ini sudahlah nah apa ini kami su Buddha ko putu jana si ane putu jana tu si aboi sing lang di chai koการจิตว่าหลายจะเป็นจินจัตโตยบุริสมจินจัตเชงกีแต่พี่เก่าเลยอีก็เอียดเก่งเห็นเลยผูกี่ไรเอียดกิมให้กัดบุดาดามาสังฆาจิเลตุสิก็พุทุจานาสิอับวยเสียงหลังอ่ะลูกเกี่ยวอีจุเลยลูกไหนสิไม่ก้องขุดโบย่าว่าไปถ่ายดูสิว่ากำวันสิตัวสิเลสิเตจีหังเตสาหังว่าก็มิจารเจ actions have results บางขวาจะออกปั้นว่าเจ้าที่เขาลังใจเนี่ย actions have results ลั่นไหลชุดสีลั่นซอจูขาชิวซอจูชุยซอก้องซิมซอเสียวสิเลเกี่ยวกับสิเล three triple actionsจะได้เฮ่งตองสาหังเฮ่งตองอีชุดโก้อีอูกวนอินอีอูเก็ตโก้อีอู beginning it start with action it ends up with result so รันตึงหลังว่าก็อีอูกวนอินอีอูเก็ตโก้กวนอินเสียงเจ้าว่าโจเนี่ยอันนี้ว่าทามว่าบวยอันนี้ว่ายินว่าโจจะได้เฮ่งตองแล้วเก็ตโก้เอียโก้ไปฉุดแล้วso จินจะทำลูกขวาลั่นเตียวเลี้ยจะเลยสัมสาระจะเลยขอให้อีขอที่เจ้าโบหลอลูกขวาจิตแม่ลั่นวาบินหาไม่พุ่งกาโจทำหาไม่ทำอุลุยทันดูหัวอีกาโจโลกีอีชุดเองโกละแล้วเส้นเตจะเส้นเตน่ะอีกงอาจจะอีเสียงอาจจะอีชุยกงอาจจะขาชิวอีผาไทยหลังลูกควานที่โพชอบพาสีหลังจำสีหลังเช่าหลังอีกนะคิดเบทำให้สุดทำชิ้นชีแกไลกาโลทำชิ้นชีวาบินเสียหัวที่กาโลทำชิ้นชีก็เลี้ยวสิจะเลยซ้ำตกเนี่ยเสกันรังบันเสียงควาท่านะอิรักกับอิรันจะเสียวผ่าแต่ทำให้สุดทำชิ้นชีลองจ้องจะเลยจะทำชิ้นชีเนี่ยส่วนจะเลยทำชิ้นชีอีกลั่นซอโจยนี่แกสิชุดเยอิงกุลัดลาซ้
但比讲起，咱一顿的人来听经安尼我唔敢做了，这个唔敢做，那个唔敢做，我要做好安怎做？布施、受戒、节省，这个你做本是有出因果力，伊出的因果力是好的因果力，好的因果力。我做我布施伊出好的因果力。哎呀，我看到这个安弟要转无，安弟如果这样，我载路我车，我本正要过来有嘞伊布施呢，伊为个。把这出事，无得到有Mercedes落山顶，无得到，还是伊若是把这出事无Mercedes点正有枪车，还是马车，还是牛车，真是，所以这个拢总一直做好，本是出因果力，所以见有因果力，见就要来出事了。那是好因果力，出事天顶，还是人，还是 Brahma， 超因果力，出事这个苦的所在。特别佛教对大陆，佛教不但讲第一教做行動唔通出因果力，這個就是講節省甲參拜咱看到羅漢節，即羅漢節咱何人物件唔是布施了，伊是有布施，特別無因果力，看人拔刀看起來。伊做好，特別無因果力。了你俾拍人是太人，伊未做了，惡伊未做，好伊有做，特別所做嘅物件無因果力。所以無因果力就是想講咱嘅 SO gas 那邊好嘅 gas 分了，垃圾嘅 gas 分了，空嘅 cylinder， 空嘅 cylinder 你開嘅 gas 你去點去點一度未到了，就是講伊跌着粒團。無即個力通來出事，甲無來出事，就是講無來擔苦，無來流病死，咱流病死，咱家己病都好唔使講死病都好特時咱來出事唔使講即時咱破病幾刀唔知，有的人是算青刀，有的人算白刀，我想我本是幾白刀啦你人有的想法，有的較舊樹來的算青刀本有，特別有的養袂過唔知我，即攏總但是即個苦嘅了。So actions have results。那是講節省，節間都談到即個叫做 supramundane consciousness 是什麼呀？特別嘅精神是安怎樣？噗，明白係咪是明白啊？一刀、兩刀、三刀、第四刀呢？是個羅漢了，無因果力了，攏總無了。And then 這款嘅人是真正艱苦談，若是講你人拼，唔通講艱苦，然後就即條我講即條嘅故事，咱看攏總即個咱所做嘅物件。伊有即個因果力，因為即個有即個因果力，那就害死咱。若是無因果力真正好，有個人講唔要緊死了就無半項。若是有影住戶是安尼樣，死了無半項，無要緊，唔使做好。愛頭鐵做頭鐵，唔通好馬打日就好了。拍槍病，若是講拍槍病，咱本來去鬥拍槍，我本唔使做回想了我本來拍算款，咱來拍算款，會拍槍未若是頭要 friend 甲即個 cashier 講你去領鐳嘅時候，我知我分你一半，八甲特別因果未走唔通即個物件。所以這邊我要講一條故事人聽，這條故事本是不大本心講呢。這邊你看明白拆開起來因果安怎厲害。這個 story 就是佛教佛有啲世間嘅點聲，這個王叫做巴塞那啲王。伊個查某人是咩？瑪利加王鳥，瑪利加王鳥是啥鹹菜紅嘅咧？發到大大嘅，較無水無吉他 shape 了特別恰時，王真正西洋嘅，真正俄羅嘅，蝦米物件王相信伊講蝦米王講瑪利加講就做對嘅。無水個安尼無水個安怎安尼好命？這個就是不大講，因為這個人
真较久搞波斯，特别啲波斯嘅点声阿罗嘅，即个炸肉互人咧，安尼咧切甲即个会好高啊，攞即个煮安尼 black 嘅咧，换咧垃圾咩咧啊，所以即个圣地波斯地，那是大圣地时，佢较无水，特别伊讲起来，别讲大无水是无，是个上古无水，面我像无咁安尼有啦啊，但是无咁安尼啊。昂无摕来做某啊，就是木咁安尼有，安尼下面是有主笔，特别圣地无讲。有一个家庭，一个查甫人真正水，特别教人就巧的人。一个对伫头落来，一个人故事，大母骂，还是大人骂，还是亲丈哥哥骂伊欠伊，头起一伊知，几粒，sorry 妈妈。sorry uncle sorry auntie 我 sorry 啊我做人起先起行唔通起行啊大人啊 please 以後吞論特別波斯啊啦無波斯所以今日來出事10分嘅水真正巧所以一日一個發現那啲王看到一個查某教人別人了教人大部人講風教風即咩冇變教當夢了我唔要講啊所以这个水是水特别巧，所以教人呢，husband 不是巧的人，老人巧。我看到这查甫都会真正水，看到这个查甫呢水了约会去，每人看这个查甫教人了未？来人去查看，教人了，一查甫人一嘴，再讲巧的人，叫这个人来讲，王要叫伊做工，所以。一个人无路，就要来做工互王听，做 servant 做奴才咧。王耶稣是请这个大波，是要吹书咱若是做唔着枕头，就枕头死了，这个某是活袂了。所以王看到安尼物件，一下就去约会，约会了叫这个人来，这人就来落去。伊互这人做这个工，做咧工，一日伊看这人做了我真正完全，个咧吹书甲伊袂肯吹，就伫一日叫伊讲，你去伫这个印度大山，离咧王宫那边7支抽，一里7支抽，你去睇就好款的莲莉莉花，有白甲蓝色的。摕来互啊，甲要摕咧红土，因啲嘅土无红嘅，因啲嘅土啊是啥讲，咱就伊正淡蓝咧嘅色，所以讲你去找只红土甲即个花来互啊。特别你要去嘅时候，你要对来就要要紧袂使我下晡要长1嘅时候我要用，下晡差不多6點我要用。你若是摕来较晏，我要刑罰你。所以一个人就听着，知着安尼灵，惊就惊讲啥物啊？安尼远过印度大山，搁要去找这个花甲这个土，唔知找得着未？所以冚咩叫我冚咩煮好我要去就往好我一条灵。伊知今日往来做这个事，甲了是安尼贪伊水某，伊就是看伊某，哈呀，我某水是水啊，今日害着我这惨啊，性命本是垃圾是坎坷。特别真正小的某讲，冚咩煮好我，煮饭也袂识。伊讲冚咩摕咧电咧行路，细嘅行路下火炭，木根本下，徛一路啲行，也咧搬啲煮啦。你看伊歹命个安尼，怎么安尼啲行，咧拿咧搬啲煮到半路咧搬就熄了后，伊卡起咧搬。下一盘起来，下一个碗잔下起来，摕3杯下起来，伊要保死互人。然厝内挖一碗，掂落一个蚵，顶边有搞到一个所在，伊看到一个蚵，伊掂这个蚵落去，意思啥物？保死互虎食。这边咱要明白，有当时你人迄夹物件，饭啦、3杯啦，迄夹互猫、狗，一后尾。你害人食是保死，你看这个人咳咧背掂落地缸了呢，安尼伊保死，就保死了后伊跪落地缸边的，伊讲，今日
昂出安尼款的靈，叫我去睇這個物件。你對來個有時間，那是較慢，我的生命就無。所以我討見到這個所在有靈王，靈王如若是聽我的物件，聽我來甲我鬥骹手。我今日我淡仔卡起碗盞甲背，我有保屍半路一個，拄好伊看到一個人過，就過路客，伊講啊。頭先我互你一個包，我互你食一個飯加三倍，然後咧人啥貴，因啲嗰啲橋件人真係濟，做橋到趁食，所以大啲江邊伊講啊，今日我保死這個人，講保死哦，互虎食我的飯，這個功德我本來都靈王，你人有靈性，獨人摕這個花互我，甲這個紅桃，也有影大這個蓮花烏，下面烏位有這個靈。這靈王出現互看，這靈王出現互看，伊繼續嚟鬧人。伊講你要做啥物？了這個人講，王出安尼款嘅靈互我，叫我去摕這個物件。所以這老人講好唔要緊，你回向互我。所以這老人討功德，是靈王來，就這個故里跪落講啊，我今日我保死嘅功德，我互你阿伯。特別你獨人甲我鬥骹手，撲一下呢，這個變無去摕這個花，甲這個紅桃來，就摕落起來呢，互甲這個人用走去這王宮，就走甲王宮啊，未到6點，這王開門啦，鎖城門啦，鎖城門，逐個咧鎖匙，逐個是高熱的人燒，特別好似啲王，你看伊毒無。伊這個王唔是講毒，現時這個藥火一來起了啊，人成個煞變毒了。伊這個巴西那裡王啊 ，actually 是買來要成佛啊，伊是菩薩來。所以因為藥火起，特別伊要成佛成菩薩的時真正久個，就不到有講巴西那裡經，伊是菩薩家，特別伊要成佛的時個久個，所以啲成。啲法即做即菩薩道啊，也未識個，所以有隻藥火真正響。所以即鎖匙熱嘅人未使燒，就去交王中王驗酒咧，意思即講愛無對來啊，他等於係對來馬仔，我要睇了也無人飼，就來王中我飼了，我俾你摕來做某，安尼樣。這個人就對來看到門結冚，討教你結嘅人講，冚咩開門王都叫我摕這個。你講頭先啊，今日王摕這個鎖匙去啊，我無管能開門啊，安尼伊就栽了落去安怎做？大啲咧門頂嘅位放這個紅桃花，放咧門前嘅位，然後跪落天頂世間。有人會看到的，還是未看到的，人講身邊，攏總做我的實事。今日王互我這條靈是交啲要隨事要互我死，要來踢我的某。今日我對來未到正點，伊有互我點聲講未使過安尼點聲，我無從下個時你就要做對來。今日我對來9點聲，未點9點聲，伊交啲冚這個門，有人獨人做實事。了，安尼跪落去了後，無咯，伊大啲聲話未趁接了啊！人啲激心好，人若是啲口啲無咯點聲，把你想要去安拜一下。這邊阮真正濟有個人啊，無事無達到暗，有事嘅時候，我要去抽籤看，我要去海關淡薄冊無讀，了同事講啊，今日我要去海關啊，後尾互我考會起啊，互我賺到第distinction啊，特別無讀，啊就因果無做，所以去只暗去土幾暝，土咁晚在只天光嘅時，伊大啲暗原在，去正就是死，靠我來大啲暗。特別好似暝王啲困嘅點聲，規暝點聲我在話無了，嗰時嚟了，啲大笑。但講
要火的起啊，要火的起啊，香菇发行起来，抓起来，马上一困，就变来爬来爬去。任看是看也无时间啦 ，sorry 啊，不叫任无时间，特别是看人听家，人有家啊，头家、二家、三家，到第二家是一困的是一忙，一无忙，唔是讲忙，伊含面听着死的声，真正惊的声，嘟沙那嗦，嘟沙那嗦，嘟沙那嗦。听了真正刺激，毛鬼不能唱。and then 天鬼也未即忙，即听着安尼物件咧，一爬起来，规暝无困。马在天鬼诶，即个为耶，即个巴西那里往伊是啥印度教咧，有一个 Brahmin 来，一 Brahmin 就入来，伊 Brahmin 问讲，有困好势无？好，我昨暝规暝未困啊，啥物事未困？那我听着安尼声。了这 Brahmin 都在，这个 Brahmin 故事我捌讲嘅故事，未来死了出世做狗，贪为类小机会要贪类呢，所以按照做，伊讲这个啊是你死运啊，哎呀，我死运啊，按照做可以就运过啊，你那要做喺过啊，100枪，100只嘅牛，100只嘅马，100只嘅羊，100只嘅这个枪。100个大波，100个查某拢总10台下关，了落这个有内鬼。咁那是安尼啊，去买只物件去做，买对来水把只个禽兽啲来啲肮脏的位，所以万一甲王鸟看着，啥物件来落啲做安尼物件，安尼即肮脏咁出来只马只牛只羊安尼坐只。伊讲你唔知，我听着暗暝听着安尼物件，了我回想讲啊，是我死运，了他那伊叫我 sacrifice 系即个下即个大愿，人阮200个大波，100个查某100个，拢总要下愿，所以有诶日口有诶无惊，日口你看，所以王鸟看了极善，伊讲安怎你安尼戆？你这个声话呢是咱的这佛世尊有伫遐边去问看啦，问看是啥物事，你来去听这个戆人讲，了是害人的命，了来保你命，乜那有安尼理由？了伊听了有影，所以红某去马里甲王娘甲巴生咧往去这台湾暗，去了后，这个人有伫遐边去听台去听，佢看着王来，了。这个王会惊甲3摆袂晓讲话，所以不但问，马哈拉加，你来做虾米？今日安尼时间，袂讲话，惊讲要死，了一无就讲，佛世尊，王听着阿妹这4句如沙那嗦，真正刺激，人不当管话。你讲啊，你听着虾米人？这个地狱死个人，and then 佛讲的故事，这个死个人故事大伫这个布达卡萨巴的点声，大富翁，这个死个教会啊，一人400米人，所以真正大富，and 少年，佛教佛有啲世间啲大。环境，特别这个死个上累上济，日暝下阴，渐用累直削，抹到落这查甫都抹就是抹，用累直塌，and 未来死个死了后落伫地狱，这个地狱咱听好好看，伊个这个北，这个像咱大哥，这个大哥安怎大？几百里的大，3摆伊，咱有时物件，咱撒番薯，在我只番薯浮起来，了到个顶面伊个点落去，一到浮起来，甲点落去60千年。and 这边不但只讲一个，只讲一个故事，互人听讲，这3个安尼伫乱做。头一个伊讲啊，路是虾米？伊讲啊。伊啲这个人啊，30
青年落嘅啲啦，30青年普去對面，就普去對面看到伊嘅朋友死嘅有啲，了死嘅要講話，講蝦米話？頭一個要講，頭一個伊看伊講啊，我真了解這邊60青年了，唔知第時就我要脫離這個物件，脫離啲這邊。第二個講，咱漸漸做惡，無做好，無保持，無守戒，無過咱嘅聖地，無過咱嘅約會，咱無正學，打落有尾，無通看。第三個就講第三個就講如果入面咱漸漸啲聲音。這個物件，咱睇下啲受這個苦，就是對攏總啲這邊約會未好做好。第四個就講安怎？今日我是做大啲地基，若是8日我若是死了後了過來出世做人啊，我要會記，唔通講袂記啊，保持受戒戒善啊，我要做好啊，上擺我唔敢，我要講啊 ，This is my last time。我來這個地基，這邊咱要明白，咱本真正濟人本安尼樣。我想我本是有安尼，我落地基講，我唔敢落了，我唔敢落，只後水後袂到，但人搞個地基唔是，不安尼看嚟vào。所以布達講，伊這個死嘅人，the hell pot，咱往聽到着青驚，咁嘅放嘅甲，即係人咧一百個查甫，一百個查某，即係牛羊往中放嘅甲。and then 甲這個查甫來做咧賣人嘅某了，唔敢了。了，逐人講啊，無趁死了啊，逐咧轉去大歡喜，張一轉去歡喜啊，逐咧學落就是學落這黃鳥，規晚你講啊，嗰黃鳥真正好啦，阿咪啦，救着我人啊，無我爸爸無啦，有誒講無我查甫人無啦，了有誒講我某若是無這黃鳥，我某定着死，還是我查某死。然不但講過一條，呵，這個queen Malika，伊唔是貪啊救到人安尼濟，真較貴本救到人。了伊個講一條故事，伊講有一次嘅時，queen Malika出世本是黃鳥咗個 ，and then 嗰條嘅時伊是做黃鳥嘅時，有一個黃嗰條嘅點聲，India，咱大啲India嘅時啊。若是一個王囝是真正濟啊，某幾哪個了，囝幾哪個啊，了逐個若是王死了啊，小姐要做王，了一個啊，太子毋是太子來，一個 prince， 伊係願甲一個手杖神，伊講啊，手杖神啊，你獨攏鬥骹手，互我做王，若是趁做王呢，我來摕印度100個王甲王娘。來抬來下願咯 ，sacrifice 100 kings and 100 queens。then 有影死了啊，伊爸死了後，一個 prince 趁做王，就趁做王呢，伊掠100王，伊用功夫，伊偷拍一個國就倒了輸了，伊叫這國我合作夠啊，你合作夠啊了，咱來去拍個第三個國。第三個拍了佢我幫你來鬥下手啊，佢搶第四個國，安尼直拍到100個國了後，一日伊要係毒藥，要學了要死，要掠，所以伊用安尼羅掠即係100個王甲王娘，伊要去下願，特別這手杖神啊，看了真正可憐，伊是紅光，伊本是真關嘅紅光。所以佢講這紅光，這手杖神，拖加這四大金剛，安怎樣要動，人可以睇這個人，因為人紅光關話差未動，絕本未動，是因果來安怎樣唔知人看關了無路通救。要尾來，這個長神去問天公，天公講，你若是要你若是講有影要鬥骹手，這個100個王甲100個王鳥，你叫這個王要下願的王，講
就要一百个王甲100个王鸟，这个王啊，伊有掠这个100个王，特别伊王鸟99个呢，有一个伊看到9月了，腹肚大大个要生囝了，所以讲啊，愈这9月了，我买田愈我放落水。这个查某就是Queen Lina，伊名Lina是咱这马里甲王鸟的事，所以伊放个水，那这就长神了。招致天公大，伊讲你出现互伊看，互伊看了，你改空上讲你卖菜，你下愿做下愿，我要走，我无爱大。